樂遊戲入面，玩家最中意嘅牌型一定係長龍。今日就俾大家示範下點樣發長龍。開莊開閒都可以。今次發個閒長龍，即刻發出嚟睇下。第一局7點閒贏，全部都係開閒。第二局8點閒贏，繼續開閒。第三局都係8點閒贏，繼續開閒。第四局閒7點閒贏。第五局本來係開莊，輕鬆一按就變咗結果，莊改閒。冇錯，閒贏長龍要幾長都可以。